我拉着交个自己送个去，在我们的榜上现在2400，他们的榜上是2400，他们的榜是2400，榜我2400，控制榜是榜我你搞2400，这干嘛你都一家做这说，家人1万多2万你搞，感谢缘分大哥，谢谢兄弟。缘分大哥，谢谢兄弟，我拉着交个自己送个去，别你妈了操！缘分大哥可干嘛主动参加决赛的领悟？哎呀！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加成上面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成！首先拿个加成，连着走了，加成，希望能把加成。你妈的，加成，加成，加油走了，希望能把加成的加油就走了，希望能把加成打这么久啊，加成开了，朋友们，加成中噻，现在打，兄弟们，现在打。榜4榜5榜6堂前干了个那么多人的几把爬上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打，感谢港谁干么兄弟，其他大哥大姐们点下节目牛说没人的个那么多人的，点下节目牛说那么的撒巴，希望那么那么的撒巴，保时捷有的话，保时捷兄弟们加油！别你妈了操，没撒巴我个，希望那么没撒巴。点下节目牛说个带多个，点下节目牛说个别你妈了操，3200多个人。今天晚上港直播的这次的多个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前面没有上过的，榜是加油兄弟们，榜是，感谢我的小臭老婆。别你妈了操，我老婆来了啊，老婆激动节擦掉，帮我激动节，感谢 CB 哥，谢谢。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加油一把啊！几把爬上不错，加油一把！别你妈了，这喷的是家人叫我打人个，喷的是家人叫我了，他干嘛啊人个呢？家人举报了，激动啊家人个，喷的是家人举报了，激动啊家人个，俺这个家人举报打人个，俺这个家人举报激动家人个，等下俺这开的个，俺这个家人举报个爬到的了，3把我们有那没人个那么多人的带路都看你嘎错，你都看了吗？他看几个帮你的做的了吗？你都看了吗？希望能把你都看了吗？加成给了人，加成给了，他最后等那nam着人人几把爬上不走，么啊个nam着啊，接入去的别你妈了，就开的个最后等那么啊个nam着啊，么送东西讲个帮1帮2帮3能面对那个。那就大哥，今天晚上加成上面能不能上一个私人飞机？那就大哥上一个私人飞机，加成开了，那就大哥兄弟，别你妈了，这加成开了私人飞机去接入大哥。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没得这个小心心墨迹，日期就有的话，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加油！日期就墨迹加油，兄弟们，人气票日期就小心心那些有的话加油啊！打私人飞机啊，这私人飞机只差私人飞机5个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只差私人飞机5个。不那家人啊对了，激动啊家人个家人举报对了，激动啊家这些人个家人举报了。喷的是家人举报了，激动俺家这些人，俺这个家人举报激动节的个，俺这个家人举报的等把你俺怎么的，家人等把你我最没的这个nam着这的节奏的加成卡了，欢迎我们的巴扎黑大哥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大哥送一个私人飞机？别你妈了从，打的是榜式，兄弟们，打的是榜式啊，兄弟们，打的是榜式，别你妈了从啊，我跟你所有的大哥大姐们。加成马上来了，来加成的时候大家一起送一个热气球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热气球，加成马上来了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热气球准备一下，兄弟们，热气球，别你妈了，从哪的撒把俺接入去，哪的撒把俺呢？加下加开的，别你妈了，从的家人举报的了，激动俺家人个家人等把干嘛俺家年很个，喷的是家人等把干嘛俺家年很个，俺这个家人等把的了，干嘛俺家年脏俺个。家人等把喷就蒙个干嘛你也脏啊，小心心你也脏啊，我们喷就对蒙个家人等把，别你妈了，从我们的榜气加油，我们的小次和啾啾，克鲁卡到要的们的康巴哥，世界和平加油，加成住兄弟们，一个热气球，兄弟们，两个热气球，你都黑米节加成的连着马子能挨做完嘛了。别你妈了，卡住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感谢 CB 哥，我拉着交个，欢迎万哥来了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别你妈了，团结起来，大家下加开的啊，别你妈了，开的，感谢铁力哥兄弟，
我呀，兄弟们，再不用杀，兄弟们，再不用杀，现在不用杀啊，兄弟们，现在不用杀啊，加长卡了呀，加长连菜了，然后你哥哥总的看了，加长连菜总的看了呀啊，秒一斤的怕冲家，秒一斤就怕冲家，囊着300一点肉的，囊着300一点啊，囊着怕嘛你说，桌布300一个，囊着300一点肉的，卡住，不要你妈了从，桌布300一个，囊着300一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。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囊着300一，囊着300一，接头的囊着300一，不要你妈了，从俺这个家人等把激动姐姐，家人接把给我，家人等把接把给我，接我上这个大家人等把接把给我，接我上，家人等把接把给我，接我上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3、2、1，开，兄弟们，现在开，家人等把接把给我，接我上，家人等把接把给我，接我。帮没有，感谢我们的康巴喵向哥兄弟，现在打，囊着现在打，兄弟们，感谢纳秋大哥，感谢王哥，就这样，兄弟们，最后差2个囊着，最后差2个囊着，兄弟们，最后差2个囊着，兄弟们，最后差2个囊着，前面没有上过囊着的，点个囊着急嘛，你说主播你个囊着去撒家肉的，主播你个囊着，主播你个囊着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别你妈阿罗祖丹的看了这个的。加长卡了，家人等把你动一家人接把，刚才跟我你动3家，家人给我接吧，康巴喵向，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康巴喵向，兄弟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康巴喵向，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康巴喵向，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康巴喵向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小次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小次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小次，老婆小次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康巴喵向能不能加油一点？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别你妈阿老总。家人给我接吧，碰的是不要你妈了，碰的是家人接吧，激动姐，家人等把你接吧，也到对了，没人跟nam着这接多3个鸡么弄吧，家人等把你接吧，也到对了，家人等把你接吧，也到对了，保时捷有的话，保时捷没有的话，一人一个nam着播一下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nam着播一下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不要你妈了，总。俺这个家人接吧，干嘛激动俺家么子接动嘛？家人接吧，不要你妈了就接动嘛。碰的是家人接吧，激动接啥子？哎，保时捷一个，康巴面向能不能保时捷一个？康巴面向能不能保时捷一个？大哥康巴面向，谢谢兄弟，康巴面向，不要你妈了就。然后我们的棒球加油一点，棒球加油一点，康巴面向专门接啥的啊？小车加油一点，小车加油。小子不在吗？接下来碰啥的，被你骂了，昨天。碰啥子？帮是，你懂俺这里这是不能。好像输了，兄弟们。啊？家人同步2把、3把、1把、5把、10把、10把、10把、9把、10把，你懂俺家里的个不呢？俺这个10把几多节家么子么个？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4000多个人点点关注一下兄弟们。人家也是对。榜1点点关注一下兄弟们，榜1、榜2、榜3，家人同步的没人家个关注节奏的听们吧？家人同步的没人家个关注节奏，卡住狼妖，所有的大哥大姐。榜上10位哥哥姐姐的支持，谢谢，拿下，刚好10个榜吗？刚好。啊！好菜喽！什么？去呀！你输了呀！你滚蛋啊！真的是我的榜是票，你多少你没看到吗？我的榜10 2548。那我的榜是呢？1800。我的榜是叫什么？你点开下方这个上场结果，来点开上场结果。你的榜10叫做小泽林，1801票。小泽林1801。去吧，去啊！你要滚蛋吗？我都要去。
从来没有自己炒出来还要自己吃掉，光盘全吃掉。快一点，来。家里面可以炒吗？嗯，我家里面做饭。我刚才问了，我可以在家里面炒吗？你说不行，你说必须要出去，快去！男子汉大丈夫啊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去吧。哎，快点儿，快去！好，等一下啊，我的榜音粉丝拉到了没有？榜音没俺这个关注节奏的看不能吧？榜音没俺这个关注节奏的，那去大哥没俺这个关注节奏的，俺别你妈了做 PK 加的子的，可能把个联系加的子的，我这不自己挖的坑。对呀，我说在家炒，他说不行。我这不公布做的早晚年的上弄的没，可能把个俺了做联系加个子，你偏偏几次不透个的，加上东北的人呢，塞当松，塞当绕。你人不去那生的这边个从巴的什么能吧？我俺去俺个光头结果，我一起么子鬼啥么个？等你拿去打个点点光头，拿去打个么生气么子鬼啥么个什么能吧？缘分打个了，多公粉丝加的年和再去光头像个缘分打个加了三把，拉走俺拉的去那么烂这么的研究没有呢？他说我俺去个光头结果的什么能吧？加了三把的，天朝你加了一万。家人一万，罗顺都把口到几间这么的装么的，菜人点点关注兄弟们，连网点点关注，然后我们的跟球菜人点点关注，刚才干么点点关注，刚才干么家人刚才干么粉丝一家来两个，刚才干么没俺们是鬼么的，没俺个关注结果了什么弄吧，家人结巴的结巴，康巴苗乡点点关注，四川那么点点关注，咱们这种就别你妈了，哎呀。吃饭这个的什么弄吧？家不要三娘不在那的，可是因为菜的点吧，马上融入的，下完那个家里呢，咱们嘛干预，不要你妈了做，有个子的，钱能把个点么大的，有个子的，看看他，不要你妈了不对，他对这去干的，他给我伢子的呀，妈了总的。我觉得你要是等你老了，你肯定更年期啊，因为你好啰嗦呀。你要是老了，你肯定更年期，真的。什么啰嗦？我让你啰嗦了吗？我说你在这嘀里呱啦、嘀里咕噜些什么？你过来心里嘀里呱啦心里什么？你没有文化。你能不能快点儿？我还要睡觉呢，我还要。你不用睡呀。你快点，你自己挖的坑，你不要生气。别你妈了，烦死了！你自己挖的坑，你烦什么？我说在家炒，你说必须要出去。你们给我打个药费。上一把总榜，你给我医药费了吗？你先把你的给我。我上次我给你了药费，我们大哥给你了药费3000块钱。谁呀？你说出名字来。哪位大哥？康巴汉子大哥。康巴汉子。康巴汉子哥哥，你自己过来。他说你给过我一个飞机，真的吗？我看一看长什么样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查一查康巴汉子给过没有飞机。哟，跑马的汉子，我威武雄壮。感谢关注哈，喜欢叶儿呢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亮个灯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哟，你家书房还挺好的呢，古色古香的啊，高端大气。我这个电动车的钥匙。你连电动车都没有啊？没有，我平时出来时候，哥哥和嫂子他们两个电动车就我借我。你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，你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。把无线网关了，不然会卡。
关了呀。对，把无线网关掉，不然就卡了。现在不卡吗？面积下行，投入着。现在欢迎不卡楚九回家，欢迎。不卡，哎呀，所以没有发动机。超在我们那边汉族有一个认识的，他们去可以吗？ 2楼到了 second floor。哎，一笑，啊，哎，他炒什么菜嘛？不会要跟我表白吧？啊？你不会要跟我表白吧？我给你表白，我疯了，真的。你一会儿炒一个，辣椒炒肉，然后把一盘辣椒全吃掉。你不要提要求啊，自己想炒什么自己炒。这个前面我们两个没定啊，这个惩罚真的是。主要是我爱吃辣椒炒肉嘛，港式。你爱吃，我最爱吃辣椒炒肉了。我炒一个双椒肉丝。可以。好绿啊！你怎么这么绿啊？哇，你好绿啊，港式！什么东西？我的天哪！咱们点赞，点个关注，亮个灯牌，点赞现在14.2，咱们能不能点到个20万赞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烦死了，真是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他骑的绿电动车，绿居电动车。好了，还1、2、3同时点赞，3、2、1，点赞！奶奶，你骑上了没有啊？骑上了，早就骑上了。哎呀，太搞笑了！绿源电动车，绿源电动车，你值得被绿。广告词儿我都替他想好了。他的脸，你看他像不像个绿怪人？家人们，绿怪人。天然，你爱上港制了？我可不想天天被绿。坑人，往事随风。首先，这个惩罚是他自己定的。我说咱们在家炒就可以了，我说不用到外面，他说不行，必须要到外面，所以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坑，自己跳，明白吗？这是他自己挖的坑，自己给自己跳啊，关我啥事儿？什么自己挖的自己跳自己说？本来就是啊，难道这个坑不是你自己挖的吗？我说在家炒也可以，说不行，必须要出去。哇，你的电动车还有棚子？有呀。你这是一个3轮车吧？不是电动车，下雨了的话不怕呀。哇，下雨都不怕，这个高级，我也想要一个，你可以送我一个吗，港赤？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？你当我的媳妇的话，我可以送你啊。当你媳妇儿你就送个电动车啊，好歹4大件儿吧。对，这我多大送的没有能力，没有实力。连个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都没有吗？你这个娘两把的身材，我不是喜欢很多呀，就一点点喜欢呀，因为你是身材娘两把嘛。幸好你没输，否则让你哭了。是啊，朱哥，幸亏好险，幸亏咱们家的哥哥们保护，要不然我就输了。他好开心哦，他好开心啊！都吃了，真的都吃了。
小心些。对对对，兄弟，我说现在没事在某种。意义上区别的，区别可大着呢，林哥。我要是输了的话，我会哭一晚上，哭鼻子的。那边和咱们差3个小时。给我说那个日本绿水青山高。光是人是那个事情不要说啊，光是那个我搞不懂，烦死了。你自己说你会打榜石的呀？你说你会打呀？光是人是那个你不要说，烦死了。这什么光是什么？你输了你就烦死了，你赢了你就说你没有条件，你看我多厉害。他只会总榜，很简单，只会打总榜的主播不是好主播。他好开心哦！你如果输，他不一定会罚你那么厉害，你拉倒吧。惩罚就是他定的。我说在家吵，他说必须出去。好开心哦！小烟，以后输了也要笑，那你就厉害了。好的，林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哭鼻子了。我要强大，林哥，我要变强，我以后再也不哭鼻子了。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，不停的唱歌啊！天高大地呀，玻璃玻璃呀。说实话，你唱歌好难听哦。啊？没什么，你好好开车吧。你唱歌难听是吧？对。你的没事，你是一个健着的女人，男的也没事，天天下午去。你才一个贱贱的女人呢！你是一个贱贱的男人。你是一个健着的女人，你是一个贱贱的男人。什么健着？不是贱贱。贱贱。哦，对，你是一个接线的女人。你才是个接线的男人。接线下干嘛的女人？你是一个节目家。他会唱青藏高原吗？你会唱青藏高原吗？青藏高原小意思。你唱啊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拔3800多，怎么可能唱不了青藏高原？那你唱青藏高原我听听。你看嘛，我们的城市好干净啊，真的。你们那儿现在多少度啊？我是赞助。你多少度？多少度那些我不会算。不知道，反正热也不热，冷也不冷，很舒服。度和热那些我不会算。这的我有没有52度？什么52度？没有52度吗？52度应该有吧，热得很。你是个韩皮吧？什么韩皮吧？韩皮。皮子，白色的皮子，那个吗？鬼儿子！我扔下了你，就去爱上别人了。在38.6度。我饭店门口到了。守护哥，我什么时候骂人了？你好好说话。老板，你妈了个重！你好，去哪里的？兄弟，对面。你们这里有没有 WiFi？WiFi 有。你们这边可不可以炒个双椒肉丝？双椒肉丝炒饭吗？还是面？盖饭。啊，炒饭只有炒饭。那不是双椒肉丝，我自己炒。啊，可以啊。对。啊，你给我那个带一下这种。啊，新的有没有？啊，有。哪一个？好，你自己炒是吧？好。这么轻易？什么这么轻易？就同意了吗？人家都知道我是网红呀。他认识你啊？肯定认识。这个市里面整个有20多万人都认识我呀，真的。
他是这条街上的老大，真的吗？哎，没我是了不是成都的老大？啊，常州名人啊，对，啊！现在卡了吗唱？歌大家都认识他。哦，现在卡了没有？可以啊，来吧，没有卡呀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卡。不卡不卡，好了不卡，真的开始展示你的厨艺，开始你的表演。不卡死，没有，不卡，好了，卡好。你看他得有50多个老婆，是哦，那就相当于古代的地主，双酒肉丝的话，古代的那种大牛肉王爷。炒好一点嘛，猪肉炒好一点。猪肉，我们这儿只有炒的那个都是猪肉，拿个猪肉都是猪，好，我自己切。好的，拿个猪肉。哎呦喂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来，我看看你怎么切，我看你的刀工如何。啊，先是，现在可双酒肉丝炒的时候，就这个里面炒嘛，啊，对，这个洗干净呀。啊，你等一下，马上来，这里。你不洗手吗，港赤啊？啊，你不洗个手吗？要洗，光这个洗手，那个菜煎完了以后要洗。哦。镜头对着你的菜板来，镜头对着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好专业啊！哦，可以了，这个，很有趣，好，刀工这么好啊！哇，这么专业啊！啊，是这样，林哥啊，那50老婆是假的，都是女主播。我就说他没那么大本事。哇，厉害了！他以前是干厨师的。哇，太优秀了！哎呀，哇，厉害！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看，着都有食欲了。OK，给我看饿了，家人们，给我看饿了。嫣然让他舔一下指头。哎呀，这个有点辣哦，这个，这个有点辣吧？对，肯定辣的，对，啊，在这个要不要冲一下？哎，马上，这个米饭在那里，啊，肉在这个里面煎吗？等一下啊。好，这个重新洗一下。啊，哦，肉的话我们就是切丝来了，这个，哦，谢谢，关键是老板。他能吃完吗？这一盘儿，我那个辣椒我看哦，肉着都辣。煎完了就有是吧？哦，对，切好了，我们码我们出来了，切好了，哦，码出来了，已经切好了。哦对只要煎一下就哦，炒的时候直接就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在这里面。啊，哦，把火给你给你弄开，看你这个，嗯，可以，哦，你这个技术，嗯，可以，这个洗好了吗？可以。啊，这个洗好了，这个洗好了。边唱边吃，不能吃完，真的。老板应该是死川地，应该是死川地。油，这个是油嘛？对哎，油，这个是盐嘛？对啊，哦，豆瓣酱油是哪个？什么？庄酒肉丝炒的话不用加辣椒呀？辣椒这个就是辣的了。对，很辣嘛。还要加辣椒？哦，西藏人这么能吃辣吗？家人们，大晚上的给我看饿了怎么办？哟，他真的好专业。他刚才把锅翻过来加热一下，那个动作好专业哦。
我的天哪！老板是雅安人，接近成都。先打盐嘛。哦，雅安接近成都。先打盐是吧？不是，先加盐，这不专业了。然后到这个，然后再弄米饭。不是我的意思，这个油烧完了以后先打盐嘛。啊，不要，先这个。这里面有盐吗？你等一下再放盐。哦，加油啊！热了，然后炒肉啊，把肉先炒香啊，加蒜，加点蒜，把蒜炒出蒜香啊。没有吗？油炸那个没有啊，没有。应该先放葱姜蒜嘛，先炒出香味儿来，再炒肉。差不多吧，就这样吧。对呀、然后再辣椒再整。你看这就不如我专业了。要八锅，要沾的一起。这锅呢，把这个油。先放蒜，把肉炒熟炒香，这就没有我专业了。为什么？这锅呢？为什么？哦，这样它就不发锅，然后马上就要清的。哦，就要清一下这个。火太大的话，到时候炒出来，这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没事，多少都可以。好香啊，看着都出味儿了，家人们。可以了，好。肉里头放点淀粉，对，应该放点淀粉。哇，这个锅好。哇。哇，哎呦，哦呦，等会儿，这能播吗？港吃，你别把，等会儿港吃，这不能播吧？港吃。哇，看着好有食欲啊！看着好有食欲啊！一半有，我吃不下，吃不下这么多吧。哇，这个颠锅很专业，这个颠锅特别的专业，可以了吧？再炒肉都炒老了，我觉得有点炒老了再炒。哎，你没加盐哎，你没加酱油和盐啊？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个火力大了。盐都没加。不是调料都没放哎，肉拌上淀粉就不老了哦，让肉里有盐，他放了一勺子的豆瓣酱哦。这个怎么放？够了呗？可以了，米饭到里面，不要米饭。我要盖饭。看着好香。你要盖饭要放盐。好香啊！天哪，给我看饿了，拿个泡菜，我想吃夜宵哎。啊，行，看。哇，真的好香。我好想吃夜宵啊！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！我再榜一个榜，点点关注下。老板娘，还有什么泡菜是吧？给我来一点泡菜嘛。好，再弄吧。对，来一点泡菜。对，可以加这里给哦。谢谢啊。好，没事。全部吃光。你能吃完吗？没办法嘛，吃饭嘛。味道好呀。好饿呀，家人们，辣不辣？辣爽，好吃的很。味道如何？青椒切的可以哦，真的不错。这
这简直就是对我的惩罚。我下播我必须去点个辣椒炒肉吃，饿死我了。我要下播点辣椒炒肉吃。辣不辣？到底辣不辣？最近生意怎么样，兄弟？还行。好。我明天后天要去老家。回老家去了？对对。哦。你吃吧，我要走了。拜拜。我看不下去了。你再喝点啤酒吧。我要下播点外卖，我要下播点外卖了。拜拜，我不看了。拜拜。